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特别接见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嘎夏热名前议员图登汪清为驻拉丁美洲新任代表；驻澳大利亚代表会见人权观察驻澳洲代表；驻日本代表率团赴日本国会举行专题说明会；驻布鲁塞尔代表出席2026年欧洲佛教联盟年度大会；驻北美华人联络官与明尼苏达藏人青年进行交流；驻日内瓦办事处在欧洲举办土伯特文化巡演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嘎夏秘书处的祈请，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5月12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大乘法院特别接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全体公务员。在接见开始前，嘎夏秘书处秘书长才加曲杰达尼代表全体公务员向达赖喇嘛尊者敬献白度母法像，以表达全体公务员对尊者最深切的敬爱感恩与虔诚祝愿，并祈愿尊者长久住世，法体安康，弘法利生事业广大圆满。据了解，此次特别接见活动旨在鼓励近年来新加入藏人行政中央的年轻公务员，鼓励他们以更加坚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投入工作，继续为土伯特自由事业贡献力量，并为推动延续60亿年的藏中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而共同努力。长期以来，达赖喇嘛尊者接见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的活动通常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近年来，由于相关活动问题间隔时间有所延长，因此此次殊胜接见对于所有公务员而言更显珍贵且意义深远。另外，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于本周一5月11号发布的正式通告，第17届土伯特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登汪清或任命为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拉丁美洲新任代表。图登汪清曾连续3届担任土伯特人民议会欧洲及非洲选区议员，也是首位长期定居西班牙的藏人。他在巴塞罗那创立土伯特之家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土伯特的文化、人权、合作以及对流亡藏人的团结与支持。该文化中心于1994年由达赖喇嘛尊者亲自主持揭幕，它将于下周一5月18号起正式履新。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伽马森格于上周四5月7号在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与土伯特前政治犯果罗久美的陪同下，在悉尼会见了人权观察驻澳大利亚分部主任丹尼拉·加夫雄及该机构研究员亚尔昆·乌鲁约尔。在会晤期间，代表伽马森可向丹尼拉·加夫雄介绍了当前土伯特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并就中国近期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其对藏人和其他目标群体可能造成的深远影响表达严重关切。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茨旺加布阿瑞亚博士率土伯特代表团于本周二5月12号在东京永田町日本众议院议会大楼会议厅向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土伯特小组的成员举行专题说明会。代表团在说明会上向与会日本议员重点介绍中国对土伯特宗教自由的打压及其干扰藏传佛教高僧转世、殖民式寄宿制学校、近期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及对土伯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大规模修建水坝等议题。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土伯特小组主席山谷惠里子议员主持了此次会议，秘书长石川昭正负责会议协调，约24名日本国会议员及其代表出席会议，部分媒体人士也到场采访报道。代表团有驻日本代表茨旺加波阿瑞亚博士率领，成员包括土伯特行动研究中心研究员加罗博士、
土伯特人民议会前议员多杰次丹、国际土伯特网络研究员罗桑央措博士、日本自由土伯特学生运动成员次仁多吉、闭门资讯机构的成员乔萨纳梅赫拉，以及驻日本办事处秘书长扎西央宗及长谷川直子组成。此外，土伯特行动中心、闭门资讯机构以及自由土伯特学生运动日本分部的代表于上周日5月10号在东京大学居场校区联合举办题为“日本、土伯特、印度转世安全与民主”为题的研讨会。众多日本学者、专家、活动人士、媒体人士、学生及公众出席并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于上周六5月9号出席了欧洲佛教联盟年度大会。代表仁增屈真根康在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声援藏传佛教界，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政府日益加剧对达赖喇嘛尊者转世事务进行控制的企图。此次会议汇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藏传佛教界的代表，共同探讨了宗教权利保障议题。欧洲佛教联盟持续呼吁国际社会拒绝承认任何有中国认证的宗教领袖，并倡导恢复直接对话，和平解决藏中冲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于本周二5月12号出席了明尼苏达州中间道路青年组织成立11周年庆祝活动。期间，次成嘉措向当地藏人青年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并结合当代中共统治下政治格局的变化，梳理了该政策的历史演变及进程。他分析指出，中间道路始终是土伯特自由运动中一项坚持非暴力与对话原则、兼具韧性与原则性的核心框架。他进一步强调，加强与全球华人群体的交流与沟通是藏人倡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次成嘉措还受邀出席了由明尼苏达美籍藏人经济会联合多个藏人协会举办的2026年土伯特文化节。此次文化节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土伯特传统文化、美食和舞蹈，并向与会人士传递了达赖喇嘛尊者毕生倡导的慈悲理念。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桑杰加于上周日5月10号应邀出席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民主党欧洲总部成立大会，并就土伯特相关议题发表讲话。桑杰加在大会上致辞时祝贺中国民主党欧洲总部成立，并赞扬该组织迈出了促进团结及凝聚集体力量的重要一步。鉴于本次活动以民主为核心主题，桑杰加还简要介绍了流亡藏人民主选举情况。讨论期间，多名中国民主人士及学者表示，若中国未来实现民主化，包括土伯特及其他少数民族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将有望获得妥善解决，并得到应有的承认。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于近日组织了土伯特文化欧洲巡演活动。受邀演出的土伯特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代表团于上周四5月7号在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布拉蒂斯拉发进行了演出，共有26名演员参与此次持续进行中的文化巡演，并已完成在奥地利等地的巡演，目前还将在欧洲多国进行演出。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最新讯息，欢迎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